清华大学30名的学生志工今年休乱的要载231台中国的电脑去到非洲4个国家，把这寡无赖电脑捐予当地学生使用，帮助资讯科技较欠缺的非洲国家也会当和世界接触。学生围伫电脑边仔，感觉足好奇的，哪看佫会哪问安怎用？这是去年清华大学学生来到非洲肯亚，甲当地学生使用电脑的画面。去年参加国际志工的清大学生讲，这段经历让伊充满感动。他没有看过电脑是什么，然后是我们把电脑带过来，他才有办法第一次碰触到只存在于书本上的事物，所以他很感谢我们带来了这样精彩的课程以及相关的设备。那种种的感动都促使我今年想要继续回到斯瓦蒂尼进行服务。今年清华大学嘛准备伫咧暑假，甲募集来200多台二手电脑送到非洲的国家，佮教当地学生囡仔安怎用电脑，协助这些非洲资源较欠缺的学生减少数位落差。每个学校大概会有7台到15台不等，对，然后我们会到当地建立一个小的电脑教室，那就提供他们学生有使用电脑的机会。这样，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爱心，把我们的能量能够外溢到友邦比较欠缺资源比较欠缺的国家，然后来嘉惠这些年轻的学子，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对我们来讲，其实何尝不也是提供我们同学呢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打开视野。校校讲，今年上大特色是第一届把 AI 教育课程放入内底，针对当地网络、软体、电脑设备这条件，来设计出适合教学方案，来教学生了解 AI 在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对社会影响。透过交流活动，也替台湾做好国民外交的工作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